5月4日，五月天诺亚方舟明日重生版世界演唱会引爆香港，演唱会现场歌迷爆满，化成一片蓝海。香港粉丝如此给力，五月天自然也是诚意满满，特别邀请天王刘德华客串新闻主播，报道世界末日的消息，让現場粉絲陷入瘋狂。我哋可以睇到千挑萬選嘅5名志願。咁到底時光旅行能唔能夠成真？我哋能唔能夠回到過去改寫地球末日嘅命運？五月天的演唱会向来以激情疯狂著称，此次香港演唱会也不例外。五月天以2012爱情万岁 DNA 3首歌曲拉开序幕，让歌迷嗨到爆，全场起立狂跳，场面实在盛大。